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宏福苑5級大火嘅慘劇到而家咧，已經係超過咗1個月啦，跨過咗聖誕，跨過咗新年，災民嘅處境有冇改善呢？我諗香港市民都好記掛住佢哋嘅，唔會咁快咧忘記佢哋嘅情況嘅。喺除夕夜咧，我哋請嚟全港業主反腐敗反圍標大聯盟嘅發言人趙恩來同我哋講下災民最新嘅情況。同埋咧，因為佢參與咗呢個反圍標咧，已經係足足18年嘅時間啦。究竟反圍標呢個問題點解咁難解決嘅咧？點解好似毫無寸進咁嘅咧？政府喺呢度可以扮演啲咩角色咧？咁樣一陣間咧詳細咧同佢傾下，分析下呢件事。繼續支持我 Patreon 心情有快嘅 channel，繼續請我飲杯咖啡，scan QR code 同埋撳條 link 都得㗎。仲有直播嘅時候咧，請大家用 Super Chat 嚟支持我。一陣間再見。NordVPN 除咗可以隱藏你嘅身份同埋保護你嘅私隱之外咧，仲可以打破地域嘅限制。例如喺網上面睇串流影片 Netflix 咁啊，用咗 NordVPN 之後咧，唔同地區嘅電影同埋劇集咧，你都可以睇到嘅。又例如咧，就係限定某一啲地方先至可以玩到嘅網上遊戲，用咗 NordVPN，無論你喺咩地方都好啦，你都可以玩到嘅。喺網上邊訂酒店、機票或者買嘢，用咗 NordVPN 咧，你身處何地咧都可以攞到唔同地方嘅折扣優惠。NordVPN 咧係一個戶口可以有6個設備咧係一齊使用嘅，一家大細都用到。用底下呢個網址，關鍵詞係 SAMNGX 就可以攞到好大嘅折扣噶啦。訂購2年咧，最平係港幣32蚊一個月，仲有1個月免費添。30日內如果唔滿意嘅話咧，可以全數退款噶，幾好用噶，不妨試下。好啦，咁呢個全港業主反貪腐反圍標嘅大聯盟嘅發言人咧，趙恩來咧就已經同我喺線上大家見到啦。咁揾佢嚟傾下，即係有關於呢個反圍標嘅問題，有關於宏福苑火災嘅問題啊。咁希望喺新嘅一年咧，就啲災民嗰個處境可以慢慢得到改善啊。多謝你趙恩來喺大除夕做我訪問。大家好，咁先恭祝各位喺新嘅一年咧會平安健康希望可以順利順心度過呢個2026年。喂，嗱，我知道你咧就跟呢個圍標嘅問題跟咗好耐啦，咁差唔多係將近20年咧，17、18年嘅時間啦。咁你對呢個問題就非常之熟悉。不過咧，我就想由近開始講到遠講近嘅先，就係講緊目前災民嗰個處境究竟係點樣樣嗱，而家就有租金津貼啊，有搬遷津貼啊，有好多其他嘅津貼啊，等等嘅生活津貼啦，咁樣。俾咗呢啲津貼，你覺得目前能唔能夠解決即係災民嘅燃眉之急咧？佢哋最迫切要解決嘅問題係咩咧？咁樣。嗱，咁其實而家咧，咁其實講緊啲災民，其實都唔少啦，都成2000戶啦。咁其實牽涉幾千人啦。咁其實而家啲災民就有幾種情況啦。咁一種情況就係佢哋有能力嘅，咁可能自己揾咗地方去到租啦。咁可能喺大埔或者全港其他嘅地方去到租屋住啦。咁當然政府會有一啲嘅租金補助去到幫補佢哋啦。咁而另外一批咧，咁可能佢係有一啲嘅酒店嘅集團去到叫做免費提供一啲嘅住宿俾佢哋啦。咁去到等佢哋安頓一下先，咁去到長遠諗下點樣去到處理將來啦。咁而另外一批嘅災民咧，咁佢哋就係被政府安排喺一啲嘅過渡性嘅房屋入邊，喺政府可能一啲臨時收容中心或者係一啲嘅中轉嘅房屋啊。咁其實青年旅舍係啦，類似呢啲啦。咁其實目前佢哋比較呢批人咧係比較多少少嘅。咁但係本身過渡性房屋就唔係一個長遠嘅居所啦。咁其實都係俾佢哋暫時喺度住住先啦。咁暫時其實我知道啲災民咧，主要就喺大埔嘅善居啦，
線樓啦，咁同埋呢個洪水橋嘅過渡性房屋啦，咁其實都有主要係呢兩個地點啦。咁當然有其他嘅過渡性房屋都會散落咗唔同嘅災民喺嗰度暫住啦。咁但係其實大家無論去個而家身在何方，咁其實大家最關心嗰一樣嘢，究竟而家其實我將來可以點樣咧？咁其實你講緊雲福苑睇而家個狀況，其實短期之內大家都冇機會去到翻到去居住啦。咁而大家去到思考一樣嘢，你究竟雲福苑嘅未來係點樣咧？究竟係維修完之後俾我哋翻入去住啊，定係會去到重建啦？又或者係有其他嘅安排咧？因為其中一個説法啦，咁其實有某啲社工可能都係問佢哋探佢哋口風，咁睇下佢哋啲災民嘅意願係點樣。譬如可能會即會唔會去到接受政府嘅一啲叫做租住公屋，或者去到安排一啲嘅房協嘅一啲叫做居屋啦，或者房署嘅居屋啦，咁去到長遠去到安置佢哋啦，又或者會唔會係有一啲嘅嚟緊未出售嘅居屋，可能有某一棟係就係貨雲福苑嘅災民嘅，咁可以同佢哋去到交換翻雲福苑嗰個業權去到入去居住啦。咁當然呢啲全部都係探討嘅階段，仲未有定案嘅。咁但係都有唔同嘅方案。咁但係目前點都好，咁其實喺政府嚟講，其實都未話到俾啲災民或者話到俾呢個普羅大眾知道，究竟雲福苑嗰個往後嗰個處理係點樣處理咧？咁對於居民嚟講係咯，係啊，冇長遠嘅係啊，冇長遠嘅諗法，對佢嚟講都唔知個前景係點樣，係咪嚇？咁其實你要有長遠嘅方案，我先至能夠去到諗自己應該點樣噶嘛，係啦。咁而家居民就係睇唔到嗰個長遠係政府會點樣安排我咧？唔知點樣安排我嘅時候，我就知點樣安排而家嘅自己啊嘛。係嗱，而家俾咗嚿錢佢啦，即係半年就75,000蚊，一個月就你除佢咧，就係12,500萬零蚊啦。嚇，咁啊，其實租樓都係咪都有啲困難咧？其實對佢哋嚟講，據你了解。咁當然啦，突然之間有2000戶一齊喎，個市場去到租，市場上都未必有咁多嘅空置單位去到租住啦。咁而事實上喺佢哋當然租住嘅首要嘅目標又係梗係大埔區啦、園區去到租地方啦。咁但係突然之間個需求咁大嘅時候，咁樣嗰個市場，咁當然有啲業主就趁機去到加租啦，或者呢個好正常嘅供求嘅關係嚟嘅啫，係啦，係啦。咁啊，所以都會有一定程度上邊嘅衝擊嘅，即係譬如12,500，咁佢如果要加到15,000或者加到2萬，咁就自己要揞荷包出嚟㗎。係嘛？對佢嚟講，咁一般嚟講，12,500都唔能夠喺園區揾到個私人住宅單位喺度租嘅，老實實點都自己都要跌翻啲嘅，但係都幫到佢哋好多，係啦。咁但係對於災民嚟講，本身呢條數我係唔使俾噶嘛，我自己舊間屋我自己買咗噶嘛，喺雲福苑。係啦。咁突然之間我有個額外嘅開支嘅時候，對於佢哋嚟講嗰個財政負擔可能會有增加，同埋你進入一個新嘅地方去到暫住嘅時候，你就要處理好多搬屋上嘅問題啦，家私點樣處理啊，小朋友點樣去到返學啊，咁等等，呢啲係好現實嘅一個問題嚟嘅。係嗱，另一個問題咧，就有啲災民反映啦，就話喂，有啲屋未燒晒㗎，有啲又冇受波及㗎，宏志就冇受波及㗎啦，咁樣。咁啊，啲人就話喂，你唔俾我哋翻去收拾我哋啲財物，甚至有啲人就話有啲人開嘢喎喺裏邊，發覺我自己嘅 smartphone 冇咗咁樣喎，咁嚇咁點？嗱，呢個亦都未有任何一個時間表嘅，俾佢哋翻去攞翻自己嘅財物啊，攞翻自己嘅衣服啊，攞翻自己好。如果冇被波及嗰一座咧，其實係俾過去一轉去到幾個鐘頭去到翻去收拾細軟嘅，咁就但係受災最嚴重嗰幾座，真係燒到爛晒，啲都冇嘅時候就冇辦法啦，係啦，冇辦法啦，係啦嚇。咁其實嗱，譬如話
冇燒過嗰個，其實你覺得佢哋係咪都好想翻去住咧？其實，其實對於災民嚟講係想翻去住嘅，我接嗯觸嘅就係、咁，始終嗰個係屋企啦，咁同埋佢可能其實講緊個屋苑都唔係細年紀㗎啦嘛，講緊都30幾年樓㗎啦嘛，咁其實嗯好多人可能一出世到而家就喺嗰度居住，你突然之間去到轉移咗一個第二個地方嘅時候，咁其實佢可能都未必霎時間咁習慣，跟住同時。咁其實好多災民其實可能身邊有朋友或者有甚至屋企人啦，咁其實係遇難嘅，咁其實佢哋嘅個心理上或者嗰個情緒上，咁其實嗰個狀況都唔係咁理想嘅，係。嗯。誒，你頭先講到心理同埋情緒上咧，其實政府除係咗俾錢嚇，即係係用錢解決到個問題就唔係問題啊！好多人講啊，俾錢解決到，有啲係俾錢解決唔到噶嘛，係就係情緒係嘅嘢。你覺得佢係。哋個情緒上嘅支援足唔足夠？其實就當然啦，咁其實我自己做地區工作都做咗10幾20年啦。咁其實講緊雲福苑嗰個安排，咁其實比起過往嘅一啲叫做突然之間要被逼遷或者有危險要搬走嘅一啲個案，其實已經係好咗好多㗎啦，老老實實。起碼可能呢個社會上有關注啦，有政府嘅一啲社工去到疏導嘅情緒啦。又甚至乎有啲民間嘅組織去到俾佢哋同佢哋傾談啦，義務上去到幫手啦。咁其實呢一個位咁，其實我覺得其實要做嘅，咁其實民間或者政府其實都已經做到可以做嘅嘢㗎啦。咁但係你嗯始終你咁大型嘅一個災難嘅時候，咁其實我哋要去到平復嘅居民嘅一個心情啦，或者情緒啦，咁其實真係要一個長遠嘅支援，因為講緊呢啲咁嘅經歷過呢啲咁嚴重嘅災難嘅時候，佢哋嘅情緒嘅困擾唔係講緊嗰一個月半個月，可能係一生一嗯。世都會合埋眼，可能會有呢個負面嘅情緒出現。咁其實呢一樣嘢就都要睇政府嘅支援會唔會真係長遠咁樣去到真係幫到佢哋咯。呢點係好重要嘅，即係唔係話3、5係個月、半年就算完係咗啦咁樣係嘛？係即係呢個係創傷嘅後遺症咧，可能好似你話係齋一生一世嘅咁樣。係好啦，喂，嗱講翻呢個實際嘅情況咧，嗯就喺呢個大火之後冇幾耐咧，就政府就主要就係阿麥美娟啦嚇，即係呢個民青局係嘅局長咧就話要將呢個業主立案法團嘅管理委員會解散，就委任嗯一個入去幫佢，就係華懋嘅一個管理有限公嗯司幫佢接管咁樣。咁大家嗯都會覺得，咦，好奇怪喎，點解會咁咧？咁佢嘅理由咧就話，喂，有好多嘢好技術性嘅嘢啊，即係原嗯底個立案法團嘅管理委員會做唔到噶，我揾個專業嘅去幫佢啊咁樣。嗯嗱就有人批評咧，就話就係廢咗呢個目前嘅呢個法團嘅管理委員會嘅武功。咁政府就話冇啊，我哋冇解散個呢個業主立案法團喎，必要時都可以開業主大會嚟決定一啲重要嘅嘢喎咁樣。嗱，你跟咗呢個地區工作跟咗咁多年，對於圍標對於業主立案法團嗯，嘅功能等等咧，亦都係相當了解嘅。唔好咁講。你點嗯，樣理解政府突然間要做啲咁嘅嘢，同埋佢出現嘅咁當後果會係嗯。咩嚟咧？嗱，咁當然啦，咁其實政府做呢個動作啦，係，就冇先例可援嘅。咁但嗯係咁其實一般嚟講，如果我哋聽翻局長麥美娟咁所講啦，咁其實話呢個管理委員會有啲嘢係做唔到嘅。咁但嗯係到咗而家為止，我至少我啦喺個媒體上或者社會上，我睇唔到即係政府有進一步去到解釋究竟有啲乜嘢去到做唔到，佢只係嗯話你做唔到，咁其實你話人哋做唔到，你都話俾人聽你做唔到啲乜嘢㗎嘛？咁呢個我相信政府要多啲解釋啦。咁我都希望喺嚟緊真係法庭去到審理，究竟批唔批准政府嘅委任呢個臨時管理人嘅時候，希望當中我哋會聽到一啲嘅實質啲嘅嘢啦。咁但係
我哋退一萬步啦，咁其實而家其實麥美娟冇講錯嘅，佢係冇解散呢個業主立案法團嘅，因為業主立案法團係不能夠解散，佢只能夠解散咗呢個管理委員會，去到揾一個新嘅臨時管理人去到取代呢個管理委員會。咁但係呢一個動作，咁其實另外啦，頭先都有提到啦，咁其實麥美娟都有提到其實你冇損害到業主嘅權益嘅，業主仍然可以喺業主大會去到投票，有呢個投票權。咁其實呢一個説法，佢又冇講錯嘅，因為法例上亦都係，因為其實講緊呢個叫做臨時管理人，只係取代咗呢個管理委員會嘅。即係如果你喺一間公司嚟到睇，其實佢只不過取代咗一個公司嘅董事局嘅啫。股東係冇取代到嘅，股東大會你仍然係可以有權投票嘅。你只要你仍然有雲福苑嘅業權嘅時候，你就可以去到投票。如果萬一其實講緊個臨時管理人可能有啲重大嘅改變，或者有一啲嘅建議嘅方案要去到提出嚟嘅時候，要得到業主嘅同意，其實都需要去到召開一個業主大會，去到俾小業主去到投票通過嘅。咁小業主只要有業權嘅時候，咁其實呢個權益係冇受損嘅。咁其實我唔能夠話麥美娟有講錯，咁但係好多時候咁，其實我哋都會將呢個解散管理委員會同解散法團混為一談啦。咁但係點都好，咁其實如果解散咗管理委員會，揾一個臨時嘅管理人取代嘅時候咧，咁其實喺法律上有啲乜嘢嘅後嘅情況出現咧？咁就係其實最關鍵嗰一點，就係其實管理委員會，因為本身法團係一個喺法律上一個法人嘅組織，佢係可以去到提出一個訴訟，或者去到成為一個被告俾人告啦。咁如果小業主係需要去到進行一個集體行動，譬如集體去追討一啲賠償、追討一責任嘅損失嘅時候咧，咁其實業主如果要集體喺度做，只有一個途徑嘅啫。喺過去就係我哋開業主大會，去到就住某件事，去到通過咗，可能去到控告某一個人啦，或者某一個機構啦，咁我哋就只能夠授權呢個業主立案法團嘅管理委員會去到執行呢一個嘅法律訴訟。咁到咗而家嚟講，當然佢哋亦都可以開業主大會，要求呢個臨時管理人去到追究責任啦。咁但係如果個臨時管理人係反對，或者喺法律上去到唔執行法律上唔執行嘅時候咧，其實小業主係冇去負嘅。咁到最後咧，小業主唯一能夠做咧，就係自己去到入稟法庭，去到追討呢個責任同賠償。咁其實相類似嘅情況咧，其實10幾年前咧，喺呢個天頌苑都出現過嘅。當其時就係房委會去到因為短樁事件啦、陳球大案啦，咁就冇交到管理費，係啦。咁啲小業主覺得唔公平，咁就要去到控告房委會，去到交翻個管理費。咁就但係嗰陣時就房委會一般嚟講咧，喺個樓宇管理入邊都係鼓勵小業主去成立業主立案法團嘅。但係咧，房委會當其時因為唔想俾人告，咁就唔千方百計就唔俾天頌苑成立呢個業主立案法團。所以天頌苑係少有嘅居屋，到而家都係未有業主立案法團嘅。咁當其時就係倒翻轉頭，由其中一個業主去到入稟呢個法庭，去到追究責任、追究賠償。咁佢到最後，佢喺法律上只能夠代表自己個單位嘅啫。佢自己個單位可能佢只能夠，就算打贏官司，可能只能夠嗰個賠償，可能只係萬零蚊。咁但係佢如果打輸官司咧，其實佢賣咗層樓都唔掂。因為當其時嗰單案件咧，佢自己嗰個小業主啊，就到最後自己自辯，自己上土地審裁，律師都唔請，律師都唔請。但係咧，房委會就請咗咩咧？請咗呢個資深大狀莫樹聯去同佢打。哎呀，係啦，係啊，一堂都可能成百萬，400幾500萬都落唔到樓嘅。你賣咗層樓都唔掂。但係好彩到最後呢個小業主係有充足嘅理據，係自辯去到打贏呢個政府嘅資深大狀。咁到最後啦，咁政府都費事煩啦。咁
既然你都贏咗，其他小業主去到援引呢個案例，都係可以攞翻嗰個賠償嘅時候，到最後就一次過賠咗幾千萬俾呢個屋苑啦。咁但係喺法律上，咁其實呢個小業主都係代表自己嘅啫，佢唔能夠代表其他業主集體，係冇極大風險啊，冇極大風險去打官司，係啦，係啦，因為其實如果法團去到告人咧，咁到最後打輸官司都法團食嘅啫，咁都係咁多個小業主一齊去到夾錢嘅啫，分擔個風險。咁但係如果自己去打官司嘅時候，就自己食晒。咁當然作為業主嚟講，其實最唔抵就打官司嘅，因為作為業主最基本佢有自己有層樓，層樓值幾百萬嘅。咁其實即係有好多時候去到控告別人嘅時候，律師第一個就問：喂，對方有冇層樓喺手㗎？咁因為咁樣先有得追啊嘛，因為層樓唔會跑咗去噶嘛，係啦，最穩陣嘅一個賠償嚟咯。係啦，我想了解一下咧，就因為我唔係好熟悉嗰個法團管理委員會或者業主法團嗰個運作，但係而家可唔可以譬如話業主啲小業主想話，例如宏福苑咁樣啦，開一個即係會呢個居民大會去要求管理委員會做嘢。咁啊嗱，以前咧居民大呢個業主立案法團同埋管理委員會咧，都係即係生出嚟嘅，管理委員會就喺業主立案法團生出嚟啊，咁大家都係成為一體㗎。咁但係而家係兩嚿嘢嚟㗎嚇，都唔知喺邊度天降落嚟嘅，咁咧就又唔係兄弟咁樣喺法律上咧，如果佢係有管理委員會嘅，咁其實跟建築物管理條例附件有個規矩嘅，就係小業主只要去到集合5% 嘅業主聯署，去到要求呢個遞交俾個法團主席。法團主席就需要45日之內去到召開個業主大會，就住呢個業主嘅指明議程去到進行一個表決，而呢個表決係有法律效力嘅。咁但係法律好明確咁樣寫明，你呢一個嘅聯署只得係交俾業主立案法團嘅主席。咁但係而家係管理人，係冇主席啊嘛，咁你其實交唔到呢個要求。到最後究竟能唔能夠去到開到呢個業主大會咧？咁其實法律上咧，其實某程度上呢一個係一個法律漏洞嚟嘅。我哋喺10幾年前喺富家花園曾經去到打過一個案例出嚟。咁其實因為呢條法例其實某個漏洞就係呢個聯署就必須要交俾業主立案法團主席。咁之前喺大圍嘅富家花園咧，咁其實嗰個法團就通過咗大維修之後，就唔想開業主大會咧，佢就出咗一招，可能真係有律師教佢嘅，就係佢辭職唔做主席，但係佢繼續做委員。嗰個法團就冇主席，冇主席你就交唔到嗰個業主你嗰個業主聯署，就唔需要開呢個業主大會。咁到最後，我哋當其時幫富家花園去打官司，打贏咗呢場官司嘅。咁到最後嗰一場官司嘅結果咧，就咁啱得咁巧，就係法庭就頒令去到解散嘅管理委員會，解散呢個管理委員會，委任一個管理人出嚟，去到安排一個新嘅業主立案法團嘅業主大會，去選一個新嘅業主立案法團嘅管理委員會同埋個主席。咁呢一個案例咧，其實我印象中咧，就應該係第一次去到法庭去到委任一個臨時管理人嘅案例嚟嘅。咁今次呢個情況唔同嘛？唔係宏福苑嘅情況係咪即使佢揾咗一個即係外派嘅管理委員會都好啦？你頭先講嗰個情況，因為而家個主席又冇拉咗啦，係嘛？即係會唔會都出現一個情況，就係即使我想開會員大會係開唔到，我想集體追究責任係追究唔到嘅，會唔會咁咧？而家仲得嘅，因為而家佢有管理委員會話，主席俾人拉咗啫，佢都仲係主席啊嘛，係啦。咁但係如果你委任咗一個臨時嘅管理人嘅時候，究竟臨時管理人係唔係業主立案法團主席咧？咁呢一個喺法律上咧有排拗，係啦。嚇。咁喺咁嘅情況底下，你點去理解佢而家咁急去將原底嗰個管理委員會廢咗，要揾一個新嘅管理委員會入去咧？其實即係點理解呢一件事咧？其實我就諗唔明政府有啲乜嘢嘅背後有咩考慮啦。佢亦都冇講到背後係有啲乜嘢，現家嘅管理委員會係做唔到啦。咁但係
我哋去到睇翻成件事嘅時候，咁其實都希望政府有一啲具體而具說服力嘅理由，去到話翻俾雲福苑嘅業主知道啦，亦都話翻俾社會大眾知道，究竟你呢一個決定係基於乜嘢嘅理由啦，係咯，係咪係咯，其實我唔揣測我就佢背後嘅動懷疑啫，機啦，係啊，係咯，係咪防止居民聚眾，防止居民團結起嚟，防止居民集體追責啊？即係我諗從呢個方向諗，當然我喺度揣測啫，係嘛？即係我好難證實得到啦。係。咁其實喺個法律底下，佢哋事實上唔能，如果有新嘅管理人，佢能唔能夠再繼續用呢個業主立法團嘅名義去到追究責任咧？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號嚟。喺法律上能夠做唔做到咧？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大嘅一個法律爭議，係需要一個好長時間嘅討論咯。嗱，呢一節咧就暫時講到呢一度，一陣間翻嚟咧就再同阿趙恩來咧詳細去分析點解反圍標嘅工作係咁艱難嘅。中間呢啲即係參與圍標嘅集團啊，同顧問公司啊，甚至同黑社會嘅關係咧，究竟係點樣樣咧？令到呢個圍標嘅問題過往10幾年咧都係毫無寸進，可能係越嚟越嚴重咧咁樣。一陣間翻嚟我哋詳細再傾。